政府吼，这个消防公车对咱新化地区吼，尤其咱大坑里、跟大坑里吼，这甲偏远的中部时段吼，若要就医，还是要去咱新化街啊，还是要往咱市内吼，当然是真好的一个施政的措施啦吼。为咱这个山区的偏远地区来做了这方面这个交通，带来互咱这山区这个老伙仔真大的这个方便。有真侪所在吼，必须要是毋是搁干提升一挂，就是讲这个点、这个据点呐，爱来扩大，爱来增加。我们把原来的绿14跟绿15的2条公车路线，把它变成是小黄公车路线。我想这个对于在地的居民的需求会非常的便利哈。那小黄公车的特色就是，它有预约班次，所以除了我们保留原来的这个尖峰学生比较多要搭的这个大车班次之外，把离峰的班次通通变成小黄公车。另外是因为变成小黄公车，所以在这些固定班次以外，就可以来预约搭乘。刚刚沿路从172线进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路非常狭小而且弯弯绕绕，确实我们用计程车的车型来服务是最佳的，而且效率也最高。那其实今年我们这个在上半年就开始规划第5期的小黄公车路线，总共会有11条。那都开通之后，会把行政区扩展到27个行政区。咱这小黄公车呢有2种方法。一种是固定的班次，就是甲咱一般坐公车相同。哦，你当站牌仔看时间表，时间到的时阵车驶来，记看到这个小黄公车的牌仔，会记甲下手，车就会停来，互大家当来坐。哦，第2种呢，会当来用预约。若要预约咱小黄公车，就是上班前一天下晡5点进前，哦，打电话来咱这个公车的公司，哦，就会当2个人以上，就会当来预约订车。而且咱站牌1公里以内，可以当到府接送来服务，哦，非常的方便，欢迎咱乡亲多多来利用。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小黄公车的好处，我相信经过我们多次的说明，大家都知道了，是计程车的服务，这个公车、大巴士的收费，对环境也好，减少排气减少废气。那对这个消费者也好，因为他们的享受会更舒适；对业者也好，因为他们的成本可以降低；对政府也好，减少碳排，大家都高兴，所以是一举多得的一个政策。台南市的公车、小黄公车的覆盖率已经高达超过92%，达到公路局的标准了哈。那我们是从55%哈，从108年从55%的覆盖率，一直到92%。这几年来，交通局的努力哈，大家都看得见。那也感谢业者的支持，更感谢我们交通部公路局经费的支持，让中央跟地方协力，提供民众交通的便利。希望小黄公车的政策能够持续，让服务更多偏乡的民众。了是讲嘅欢喜看12月17号的中间台南电新闻，有一对电线网红夫妻最近一直伫网络讲因读幼稚园的查某囝被无适当的管教，甚至性侵害。不过经过教育局调查，并无即回事以后，对方不止继续伫网络指控教育局涉案，也对公务人员大细声，对此教育局甲幼稚园以及其他的家长忍不落去，决定提出12项告诉。调查报告申请书黑出来啦，卖个骗啦！就是有性侵，你们才上场啦，不是吗？去噗噗的伫台南市教育局办公室大声声，二前电线家长指控幼儿园对家己的查某囝不当管教，园长也搁涉嫌性侵。他没有答应你要复制，科长说过了呢，过的是越南。监视器档案只当看，袂当 copy， 伫正吵闹之外，也搁甲画面偷出来，加成一支影片伫网络流传。全部的影片都是他全部剪接的，文字也是他自己写的。我们去查看这些影片完之后，完全没有什么虐待儿童。在影片内从未出现过正性夫妻的幼童，但他却在影片的文字上加注了说
我的女儿遭到园长性侵等字眼。这件事件困扰着其他幼儿园家长，除了出来澄清因仔无受到不当管教，更反过来指控这名电信家长散布家己因仔的影像，也佮甲家己的录音加成不实言论，伫家长社群内底嘛发生黑白骂人的状况。不断的一直在轰炸，然后一直放他自己制作的影片在上面，然后只要有人对他提出疑问，他一律就会谩骂，然后就说我们是网军。就光我的事情，我请他下架我的影片，他就会谩骂我是废物。教育局为9月10日开始，就接受电信家长的真情展开着调查。不过这个期间，伊唔那坐摆入去办公室，对局内同仁威胁骚扰，甚至拍片质疑起护家案。法令的调查、事件的调查要勿枉勿纵，而不是你说了算。啊，你不相信，那你要举证啊。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呢，还是要把它说清楚、讲明白。可是这个郑姓家长，说实在的，是完全想怎么样要变来变去。你知道，对着这个案，我们同仁相当的辛苦，但是我们都还是主意的，他能举得出来，我们就去查。即马市府、校方以及其他家长徛做伙，要对电信家长提出17项告诉，嘛呼吁民众爱先了解代志的经过，莫黑白转发网络顶的不实内容。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所带来问题，除了身体甲心理上，大家嘛注重老人伫灵性的照顾。但市凤凰扶轮社结下7个有社的办理弱势长辈灵性关怀计划，针对6间长期照顾机构办理生命回顾团体，期待当提升灵性照顾的质甲量。由台南市凤凰扶轮社协同台南扶轮社、东区扶轮社、南区扶轮社、东南扶轮社、义载扶轮社、大园扶轮社、安平扶轮社等7个有社共同主办的扶轮6代共同社区计划。在今年度啊，我们在3470地区，就是我们的云嘉南澎湖地区啊，对于小的也要照顾，年纪大的也要照顾。小的部分就是有大家投入的这个扶轮支持啊，以及在我们今天我们做的这个心灵的高年龄的这个社区服务的一个关怀里面，我们扶轮社友还是发掘了社区的这个需求。其实，在高龄的这个区块了在我们社区的这个区块是非常需要去重视的。该展览计划由台湾青年社会服务推展协会、甲台南市志愿服务推广中心承办，邀请7间长期照顾机构的长辈，透过辅导志工协作，运用图文创作，呈现自我生命历程。那我们在所有台南市的长照机构里面挑出7个我们觉得可以最值得我们来帮助的。然后呢，我们动用了60个志工，都是1对1的陪伴这些长者。你们现在看现场看到的所有，都是这些长者完成的。然后呢，总共呢协助他们做了320个图文的一个生命历程的作品。那在这个生命历程的回顾里面呢，我们透过自我叙说，长者的自我叙说，以及还有一些艺术的美彩，我们才有办法呈现今天的一个成果。社会局长卢宇聪也到场响应，并呼吁大众重视高龄者的灵性照顾。把我们这个内在的力量发挥，把内在的力量找出来呢，是相当重要。所以呢，今天这一个活动呢，其实相当具有呢我们未来的一个意义。也希望说呢，我们所有的高龄者呢，慢慢也借由这种方式呢，把我们的灵性开发出来。那这一个活动呢，其实不是呢只有我们社会局，而是说呢，社会局只是呢一个指导单位。那事实上，我们这一个活动呢，是借由许多的社会资源一起来达成的。长辈伫志工的陪伴下，重新拍开，将往事讲出来，变成各种图文创作，内容有笑有泪。
生命回顾灵性力量中者多文创作展，自即马开始一直展到12月29号。主办单位欢迎市民大众伫展览的期间，做伙来到松博娱乐中心来看展。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前日前才都宣布韩国李俊浩要来台南跨年，引起热烈的回响。以后，市长委贴佮宣布12月2日的摇滚圣诞演唱会，将也请出的一档特别票选全球热门团体韩国天团 EVEN 来登台演唱。2025台南圣诞跨年系列活动，市长王伟体公布第3波卡数了后，有人好奇哪会无韩团？大家好，我们是亲爱的。先前伫网络顶就讨论，今年的台南会请来倒一团，因为2019年有人气女团 G IDOL 来唱过，到去年也阁有妈妈母的成员回热。一档比一档更较好，大家拢相当期待。又有彩蛋出来啦！这次的彩蛋不是最好，还有更好。我觉得其实 even better，even 来咯。这回透过彩蛋的方式宣布，韩国超人气天团 EVEN 确定将伫12月2日来到台南的圣诞演唱会。7名成员欢喜的形容影片，向台湾的 fans 拍招呼。저희 저희가 타이난을 찾아가는 이유는 무엇보다 여러분들에게 멋진 무대를 선물하기 위해서잖아요. 甲头摆演出献给台南，唔那 EVEN 欢迎来到王之国的本部长李俊浩，马要来跨年。大家好，我是李俊浩。타이난 팬 여러분 잘 지내고 계신가요? 伊是 2PM 的成员，高唱歌佮高演，伫世界各地有超行人气。只公布就有侪人伫网络化多声市长。真的不是卖关子，实在是关子太多了，实在是我们卡司太多了，一次公布不完，大家好像都光是一次公布，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但一次公布哈，当每一个这个卡司都在其他地方的演唱会里面都是挑大梁的哈。无上好，只有更较好。12月的圣诞跨年，互寒流陪你过。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今日破关，今年一度的圣诞酒登场，今年以年度特典画师们当中的欢迎来做主题。活动有舞会、音乐会等节目，也有上百档的美食。同时，今年更加的 DJ Party、西洋剑的展演相当的热烈，第一个礼拜就吸引超过3万人进场。圣诞节来到，基美博物馆伫广场设置13米高的圣诞树，也搁趁着假日时啊举办系列活动。悠扬的圣诞节交响乐曲传遍整个馆内，这届有音乐会、舞会、西洋剑展演等上百场表演节目。来到外口有 DJ Party 亲自画图。也阁有各种美食的市集，亲像是应景的地点、空牛排，拢见袂少人排队。食好生好了后，会当转来到圣诞树边啊，下新年愿望。新的一年心想事成，顺顺利利，很有圣诞节的气氛啊！因为应该南部就只有这边是最大的那个圣诞节的广场。就很 chill， 然后如果说就是逛完一圈的话，也都蛮丰富精彩的。圣诞节快乐！今年活动迈入第7档，以地点画师们的灵感，用16、17世纪的欢迎意象，诠释圣诞节的华丽氛围。展览嘛用将近68珍贵画作，让民众亲自了解艺术黄金时代的背景甲故事。画师们走进16、17世纪尼德兰绘画时代。那我们可以知道，在这个时代呢，它刚好是一个非常繁荣然后兴盛的年代。所以呢，我们就取其这个华丽的这个繁盛的这个概念来作为我们这次圣诞节的主题。那在我们这次画师们的这个展览里面呢，它其实很特别哦，它是结合奇美博物馆12年的这个一个研究。圣诞节结合基本响应，这回活动规模会当讲是上丰富的一摆，甚至也有全新亮点，要予大家真水式的节日体验。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
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为了维护市民大嘴喘气的权益，市府甲民间合作积极改善空气的品质。10号环保局嘛举办今年度空气品质维护节油单位以及净零辅导团的表扬典礼，市长委托嘛亲自颁奖，场面相当热烈。台南市透过多元空污治理措施的推动，咱市空气品质呈现稳定改善趋势。早至今年10月 ，PM10 甲 PM2.5 的浓度比较去年同期下降8%甲4%，蓝天比例也已经连续3冬超过9成，红海天数比例竟降到0.16%，创下历史上低纪录。今年的考验刚开始，可是从过去来看，我们的空气品质是一直在这个好转，蓝天的天数达到9成以上，那有这个红害的部分大概只有0.16%所以是相对已经少很多。但是这样子空气品质的维护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成果是来自市府甲民间携手努力，让市民大众有新鲜空气会当大口喘气。市府特别举办表扬活动，感谢着选49个单位甲企业。包含优良的硬件工地、机车定检站、客运、货运、企业、学校等等。另外，工业甲服务业合作成立的净零辅导团，以集团智慧技术协助企业转型。今年总共有财经企业得奖，展现净零的承诺。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为了做赢自由黄昏市场有一间面包店，因上界出名就是蒜香乳酪，因为因的内鸭拢真平均，每日喙拢食会到，互人相当的满足。同时店家也个研发4种无同的口味，现行小食仔食也个会包装，逐工拢去真侪人来交关。在面包内挤进满满的自制乳酪酱，外层裹上大蒜酱。这是从韩国红到台湾的蒜香乳酪面包，刚出炉的样子非常诱人。这家位在左营自由黄昏市场的蒜香乳酪面包，浓浓的乳酪内馅均匀地分布在面包的6个角，每一口都能吃到浓郁的内馅。金黄的外表与超邪恶的内馅结合，让人无法抗拒。因为我自己本身是还蛮喜欢吃大蒜的面包，然后搭配它里面的乳酪，所以我觉得口感还蛮协调的。而且主要是这一间，因为其实我有吃过其他百货公司的面包，那吃起来的口感，我觉得他们家比较不会觉得很腻的感觉。它就是面包吃起来很 Q， 有弹性，不会这样子塌塌的，然后也不会过甜，对，然后有咖啡的香气，是自然的，不是那种香料的味道，对。其实我们最早是从我们在网络上有看到影片，是在韩国的，然后因为它那个制作的方式，我们就觉得我们台湾人其实都接受度应该很高，尤其因为是这个蒜香乳酪，像我们从其实很早以前，大家平常也都会吃一些蒜香条的面包什么之类，然后尤其又是搭配乳酪，因为我们本身自己就也很喜欢，然后我们也是做烘焙类的，就想说，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来试试看，然后我们也有从就是去做调整，做成我们台湾人喜欢的味道，这样子。在市场内扑鼻而来的香气吸引不少顾客上门，店家研发出4种不同口味的乳酪面包，通通都是自制的酱料搭配浓浓的乳酪内馅，咸甜的口感是下午茶的好选择。所有的口味都由店家亲自研发，并且坚持现烤，让顾客拿到手的都是刚出炉的乳酪面包，趁热吃乳酪还会爆浆，非常美味。后来除了蒜香，我们也有做其他的口味，像是台湾人很喜欢吃的芋头、金沙芋泥、咖啡乳酪，还有一些照烧柴鱼，就是做出一点区别，就是大家比较少有的口味这样子。像你看我们这里设备就是直接有一个烤箱，那其实当初我们会选择来市场做，是除了我们平常来逛，然后大家就是经过的时候，因为其实这个市场除了在地人，那很多人他是主要是熟食的天堂，然后我们就是希望说，现烤出来它的那个香味，尤其蒜香这样子扑鼻而来，大家闻着香味过来就知道出炉了。重点热吃，它那个乳酪的口感，就是你咬下去会有爆浆的感觉。
研发出多种口味，咸的、甜的，通通都有。每一颗的分量都非常足够，不论是当下午茶或是隔天的早餐都非常适合。记者潘志光、陈英君高雄报道。基隆路中为了鼓励体育班的学生努力，特别举办庆功宴来祝贺。其中就读高二的学生林佑轩，就伫今年世界跆拳道品赛锦标赛当中摕下金牌，相当无简单。我刚刚看那个比赛过程，你好像以0.02分的差距啊，赢了南韩。您觉得您胜出的原因在哪方面表现得比他好？我觉得因为我看影片，韩国的节奏都会算打得比较快，所以我心里就想着，我一定要打得比他还要快。然后我也觉得我的力量也比他大。世界金牌林佑轩赞不赞？赞！画面上就是基隆女中体育班庆功宴的现场，其中高2的体育班学生林佑轩，在2024世界跆拳道品势锦标赛中一路过关斩将，击败韩国选手，荣获金牌，成为基隆之光，也是女中时隔20多年来的世界跆拳再度夺金。市长谢国良亲自来到学校颁奖，恭贺同学与教练，期勉再接再厉。的荣幸而且开心，看到我们自己基隆的孩子成为我们世界金牌的一个选手。那另外也更让我们确定说，我们在加强体育跟3级衔接的政策上，我们要继续努力的落实。这也是我们明年第1年开始，针对类似像佑轩这种优秀的选手，但不是属于市立高中，而是基隆市境内的国立高中的部分，我们未来也会有提供更完整的一个奖金制度，鼓励这些运动员都能够在家乡好好的这个为家乡努力奋斗，然后呢得到我们更多的政府的一个鼓励跟奖励。但是今天真的是用非常荣幸而且感谢的一个心情来参加佑轩的一个庆功宴，而且也恭喜心仪也为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好的成绩。我想这个苏萍依然是女中的应该是非常的开心才对我们都一同的为这些选手来的非常的感谢。这个是1年1度的世界大赛，因为2028年奥运会有品势比赛，所以这一次的比赛各国都很竞争，都像他这一组应该好像有40几个吧，有40几个国家。他是一路过关斩将，连赢6场才拿到金牌，而且是以极些微的分数赢掉韩国。会觉得这些都很值得，因为每天就是一下课就过去泰山那边练习，大概11、2点，搭车回家大概都11、2点。跆拳道有分2种，一种是对打大家比较熟悉，那品势的就是那个套路的展现，套路的展现，你除了动作的标准化，还有精气神，这个都要有，都是在评分范围内，因为它有分为技术分跟那个表现分。那佑轩刚好这一次跟那个韩国打冠亚军的时候，他们2个技术分是一样的，赢在他的表现分，因为他很冲啊，他很想赢。恭喜我们同学们这次得到这个金牌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也希望优秀的学生能够都能够留在基隆。那希望未来能够我们的奖学金都可以鼓励到我们优秀的学生。我们在过去也培养出我们奥运金牌陈怡安选手那也培养出许多的世界比赛的金牌。当然今天我们又迎来了这个2024的世界跆拳道品势锦标赛的个人金牌。我想这不只是基隆女中的光荣，也是整个基隆市的光荣。在教练还有学校以及家长的支持之下，其实体育班在基隆女中逐渐的开花，逐渐的结果。我相信这个都是学校跟基隆市在并肩相互努力之下有的成果。
活动现场贵宾云集，包括市议员韩世玉跟何淑萍，以及基隆女中的家长会会长跟优秀校友，都共同来祝贺。另外，针对标枪的优秀选手郑欣怡，市长也特别颁奖勉励，气氛相当温馨。记者黄日升、陈淑萍基隆报道。讲到高雄的路名，有一个考决，就是对一心路到实战路的数字起头。另外，有网友发现，高雄不只有数字路，也还有数字街，其中凤山的巷路拢是对伊的数字开始落去排，区别号名嘛引发议题。说到高雄市的路名，很多人都知道一心、二圣、三多、四维，但在凤山有一段路、好几条街也是用数字命名，地点就在凤山福城里内。从1街到7街分别是哪些？在地民众顺口说给你听：1至2宜、3光、4海、5常、6法、7雄。1至2宜、3光、4海、5常、6法啦。7雄啊！高雄取路名似乎真的特别喜欢用数字当开头，除了一心到十全，在地人倒背如流。而在凤山区也还有个数字街，从1至街、2宜街、3光街、4海街到5常街、6法街、7雄街，全长大约600公尺，距离不算长。究竟为何要用这样命名？询问当地人，有些也是不飒飒。只知好几十年前住在这时就已经是这样命名了。不飒飒记不开地名，讲哦6法街什么街安尼？我们小时候长大就一直是这样的路名。我从68年结婚在这里就听到了，就知道有这一些路。虽然好记又好指认，但命名法的由来为何？因为年代久远，所以已难考证。根据资料显示，是在县市合并之前，原高雄县凤山市公所所命名的。那至于是不是有特别的意涵，这还要寻访地方耆老来释疑。那以目前新编道路的命名，除了要符合高雄市道路命名及门牌编定自治条例的规范以外，那为了要掌握本市道路命名的时效性跟统一性那有定有高雄市政府道路命名规划小组的设置要点邀请学者专家担任委员，审议新编道路命名的相关程序。这个点人报来较会知影讲，而且我会对遮，拄有迄个1至2宜、3光安尼，拄连做伙，迄伊的距离拢差不多50公尺尔啦。一个街口，才50公尺、60公尺左右啦。所以，互外地人来考认讲，是这个所在目标，是这个所在安就对啦。比起民众详知的一心、二圣、三多、四维，凤山五甲的数字街也很有特色。下次如果有经过，不妨停下脚步，注意看看。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感谢收看在2月17日的中港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还记得演练抗震保密3步骤吗？我记得哦，趴下、掩护、稳住。当发现建筑结构毁损且评估不可久留时，这时要带着避难包前往避难场所紧急避难。说到避难，全民防灾1点通或消防防灾1点通 App 可以查询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及导引。发生灾害一定要冷静，更要记得以上紧急避难方式哦。租屋看屋时，应注意屋外式热水器是否安装在室外通风处。如热水器装在室内，则需选择有强制排气功能的热水器或电热水器。可上各地方政府消防局网站查询合格承装业名册，委托承装业者进行安装。
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使用热水器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空气流通，防止瓦斯燃烧不完全，避免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咯。租屋看屋时，应注意屋外式热水器是否安装在室外通风处。如热水器装在室内，则需选择有强制排气功能的热水器或电热水器。可上各地方政府消防局网站